港珠澳大桥全程游览时间约140分钟。因为港珠澳大桥建成这5、6年了，从中海远远的看这个港珠澳大桥看过，但是没有亲自上来过。为了保障旅客通行顺畅，优化监管流程和监管设备，对旅客行李物品采取海关、安检一次过检联合检查，